红豆饼这做是爱掺卵啦，卵上较重要。啊，我拢无咧成色爽顺，100%红豆拢无咧乌白烂的，这是秘书人就对啦。本来今仔日是要去山顶做工课啊，都七个时间段去信义乡吼，去甲遐小朋友服务者。上好食就是拄做起来安尼啦，你若无现做就无好食。我是这个，哎，不要摸那么脏。你们想吃什么口味？黄奶油，我吃奶油。可是它是红豆薄哎，你怎么不捧场吃红豆？是吗？黄奶油，没有礼貌，乱讲话。小心，可惜。谢谢红豆薄。好，你们大家都要乖呢。当初是公园嗰时有一家伙吼，可怜因老爸中风吼，啊老母着癌啊，听到这地步，我才专程骑都要入到国姓乡，我摕淡薄仔甲伊赞助吼。然后我看哎，这山区吼，囡仔无啥好食，甲一间迄个干妈店尔对吧？我甲校长讲，我当时开始要来这做红豆饼啊，做鸡卵糕吼，去啊，互因全校人大家食。很好吃哎，就这种吃起来比较 Q， 然后外皮比较酥脆，而且又不用钱。对，是天下最好吃的。好，再说一次。我要再说一次。因为有没有拍到嘛？我迄间是就我以前1年我就做，还未地当我就开始做啊，一个礼拜拢一摆啦，已经10几年啊咯。亲爱红豆饼你好，多谢红豆饼你来阮学校吼。请阮所有的同学来食这好食红豆饼，希望你下一回会当搁再来阮学校吼，搁再来做互阮食呢吼。对啊，我拢甲讲啊，明仔过来好无？讲好好，我大家嘛讲你好，我就无好你，因为我爱趁钱啊，对吧？然后阮有个人毋知叫讲我是好家人。啊，阮就是厝地动倒去啊吼，9日地动啊，只买2卡货柜吼，别囝咧大尔。哦，阮太太已经往生20几年去啊。高端迄是人免啊，啊，都嘛是总是人吼。国外人唔通国迄死人啦，3、4个囝都拢我咧照顾啊。我做红豆饼，甲因饲较大汉安尼尔。我拄啊来时阵，拄来买是哦，拢排队啊，生意真好啊。哪来哪摆哪来哪摆，有当时转拢嘛无够钱好加油啊。往回1200块啊，交着3顿都免食呀。无人要甲你做啊，你食无都爱内销外销拢爱啊，啊无办法咩？嗨，你好。上快乐代志是今做啦，啊都有够吼。这钱啊，家买面粉啊，买红豆吼，买一寡料吼，啊一礼拜来甲囡仔服务1摆，我就欢喜啊。这个开偌济事吼，应该是无什么重要，就是讲那心情较重要啊。一路吼遐远啊吼，开车有时开到多久嘛有啊，上顶了去高雄的
山啊呀，吼，那个多久啊，困啊。因为我是真爱囡仔人哦，我看见欢喜啊，咱欢喜啊。啊，我做无，我嘛是安尼过啊。我做较有动起服务较侪，做较少动起服务较少安尼啊。啊，我比较较快乐。谢谢红豆婆。你是布农族啊吼？哦，我们是布满族。我们是布满族，我们最族是人最多啊。